皇上，以奴才对奕欢的了解，他一定会回来的。朕又是在一场豪赌。我龙三，今日对着月亮起誓，结为异姓兄弟。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永不背弃。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如有违誓，天打雷劈。爱已来，卷风沙，恨不过龙小弟，你是一个好皇帝。经过的星辰如马，望不穿雨中的他。这一生月光花，能否带他舍得心归家？愿做他掌上的明珠，献上我纯真的祝福。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绽放半世的光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献上我纯真的祝福。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绽放半世的光速。什么？皇上罢朝了？是啊，太皇太后，已经3日了。自从皇上亲政以来，还从未如此荒废过朝政。这3日，皇上不仅不上朝，还把自己关在乾清宫中，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肯见。想不到，哀家最担心之事，还是发生了。玄烨，咱们祖孙2人有3天没见了，你还好吗？皇上，能不能开开门，咱们祖孙俩说说话？既然你不开门，那就隔着门说2句，可以吗？玄烨呀，你现在这个样子，让祖母不得不想起
你那皇爷爷记得，那是崇德6年9月13日，你皇爷爷镇守嵩山呢，指挥8旗子弟浴血奋战呢。不料忽得听闻，哀家的姐姐海兰珠病倒了，他竟然不顾一切，要返京。这一路上不休不眠呐，真是日夜兼程啊。终于在第5日，他终于赶到了京城，可是却没有见到海兰珠。他心情大痛啊，又是不食不眠呐，昏迷不醒啊。虽然被太医救起，可是他言语混乱，形同疯癫。就这样，不久抛下了祖母和你那可怜的6岁的阿妈一走了之。你听得明白，雪夜啊，那还是大清出兵的时候，朝野上下呀是危机四伏。祖母啊，为了你的皇阿玛，为了大清朝，我耗尽了我的全力，好不容易把你的皇阿玛养大成人，又扶上了龙椅，可是他又像你的皇爷爷，为了一个董鄂妃，一言难尽呐。祖母说不下去了，他仅仅24岁呀，又抛下了祖母和不到8岁的你一走了之。皇祖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子，你说我苦不苦啊？尽管这样，我还是满腔热忱的，为了你，为了大清朝，我用心把你养大。雪夜啊，你已经亲政了，这龙椅已经坐稳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呢？皇祖母知道，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们是有情有义，可是太痴情了。你要知道，你是一国之君呐，你要为你的臣民，为了你的大清朝去着想啊，皇上。你如今连个子嗣都没有，难道从今往后，我们祖孙2个让后人去唾骂我们作为千秋罪人吗？皇上，请开门吧，皇上，皇上。雪夜，
更衣，上朝。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春秋两岸，时光最近方可谈。一生的愿，将心留于人世间，手握乾坤，仙风女子在云端，花开之间，留蝴蝶掌心清泉，天与地开在眉间，弹千秋，万世欢颜，书几许情愁，望月凭栏，星辰如梦，心缱绻。什么人胆敢擅闯宫门？我乃皇上的笔墨侍书，这块腰牌是皇上亲赐的。你等一下。哎，能让他进去吗？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将皇上有旨，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这名腰牌已经作废了。你是说，皇上不肯见我，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没错，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还不快走！再敢在宫门口喧哗，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龙小弟，不，皇帝陛下，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好，我走。追！站住！别跑！站住！拦住他！别跑！让开！好夫妇，这丫头只可生擒，不可伤的。闪开！快滚！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还想强闯紫禁城？要不是头儿吩咐不能伤害你，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快滚！好，龙小弟，你不见我是吧？我却非要见到你不可。哎呦，李公公啊，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出宫办点差事，从侧门出去的。如今这差事办完了，自然就走正门了。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公公辛苦了。好说好说，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谢谢公公。什么人？给我拿下！
啊，原来是世淑姑娘。啊，不对，现在没有世淑姑娘了，是李易欢姑娘。姑娘，你快走吧，皇上他不见你。李公公，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说我来了要见他，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哎，没有用的，皇上已经说了，他不会见你的。哎，等一下，李公公，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好吧，我给你试试啊。龙小弟，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可是如今，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这道门槛，我再也跨不进去了。易欢姑娘，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那我的手帕呢？啊，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龙小弟，你为什么不肯见我？你已经拿到了铜匣，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是吗？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为什么？皇上有旨，送李易欢姑娘出宫。他一定也是在试探。宣言，你万万不可信我。李德福，在，把这个拿去还给他。这。
你们这是干嘛呢？义父，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说要见皇上，被皇上轰了出去。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哦，他这是真晕倒啊，还是假晕倒啊？身体这么沉，想必是真的晕倒了。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对，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住口！别乱嚼舌头。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是卑职多嘴了，索大人恕罪。行了，把人抬走吧。这。大赛，来。怎么了，义父？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你要想办法。明白吗？义父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去吧。你们先下去吧。这。同大人。东西还给他了吗？回皇上的话，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应该能看见。你说什么？她不是装晕的吗？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皇上，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她真的晕倒了。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可能是用力过度，身体发虚，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奴才追出去以后，发现他躺在树下。奴才过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还有点微弱的气息，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哎，皇上，皇上！哎，皇上！皇上恕罪！慢着点，皇上！皇上！怎么了，索大人？快！皇上怎么了？回头我再跟你讲，索大人，我得伺候皇上去。皇上！皇上，慢点儿！
伤他爱他的眼。李欢，朕命令你现在就给朕醒过来，醒过来，不然朕就杀了你！朕诛你九族，把你剁成九九81块去喂狗！骗子！你这个骗子！你必须给朕醒过来！然后告诉朕为什么？你骗就骗吧，装就装吧，这回你可真来真的了啊！你要死也给朕死得远一点，别让朕看见你啊！我知道，你就是看朕好欺负，对吧？你觉得朕拿你没办法是不是？刚才给我喝了什么呀？还能是什么？当然是毒药了。毒药不是甜的吗？喝的这个不光苦，还很涩。要是毒药的话，还有没有啊？再给我多喝点吧。我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好难受啊！朕就是要你难受，和朕一样。当初发誓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不是说你不想再见到我了吗？朕才没有要见你，是你自己厚着脸硬闯进来，逼朕见你。大师兄，你的伤好些了吗？托叶赫大人的福，死不了。这是仙药的伤药，你连续服上个几日，内伤旧伤，应该也就无大碍了。叶赫大人何必破费呢？我一个死囚，喝这么好的伤药，岂不浪费？大师兄，你别恨我，我是没得选。如果我有得选，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是没有意义。我知道你恨我，我也恨我自己。你现在痛苦，是因为小师妹已经不爱你了，可你还可以爱她，而我连爱她的资格都没有了。不，你错了，我也没有资格去爱她。你怎么会没有资格爱她？易欢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好吗？她答应皇上，要回去劝降你和师傅们。皇上放她回去了。想不到，她为了康熙，居然做到这个份上了。义父和师傅们不可能投降大清，我更不可能。是啊，要我说，欢妹还是太单纯，太幼稚了。她回去发现你失踪了，就回来和皇上要人，皇上不肯见她，她强行闯宫，结果诱发了头痛的隐疾。那她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皇上抱她回永乐斋，并召集了所有的太医，为她诊治。大师兄，其实皇上很爱小师妹，如果没有了你的存在，想来小师妹也一定会过得很幸福。我明白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叶师弟，易欢在这宫里无亲无故的，又是那样一个性子，就算有康熙的宠爱，也会危机四伏。我死了以后，还望你对易欢多多照顾。你放心吧，你我虽然身份不同，立场各异，可对小师妹的心都是一样的。我宁可牺牲自己，也一定会保她周全。好，有你这句话，我还愿意认你这个师弟。你回去之后，是否有履行对朕的承诺，劝降李定国等人？当然。骗子！那晚我跟你回宫以后，你是否履行了对我的承诺，放了朱哥哥？当然。骗子！所以你才会找借口跟我翻脸是吗？朕要和你翻脸，还需要找借口吗？你本就是反党，既然无心归降，那你就是朕的敌人。既然你要自投罗网，那就永远不许离开。从今以后，你只能待在永乐斋，哪儿也不许去，除了朕，谁也不许见。那你不如把我的双腿砍掉，顺便在那链子把我给锁上，不就行了吗？朕不会再听你的话了。你说的对，朕不再是你的龙小弟，你也不再是朕的老大。朕不会砍了你的双腿，也不会用链子把你锁起来。朕有自己的主意。来人！奴才在。传旨，把整个永乐斋的门窗都用铁栅栏封起来。这。从今以后，在这个永乐斋，朕会每天给你送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各式各样的华服。你想要什么，朕
都会给你，除了自由。奴婢谢皇上恩典。皇上，其实您大可不必把这儿变成您的大鸟笼子。奴婢想过了，只要你能放了奴婢的猪哥哥，奴婢就一辈子陪着你。一辈子在这笼子里坐牢。朕已经说过了，朕没有抓你的猪哥哥，这不是你黄花张嘴就来。皇上不愧是95之尊啊，说起皇来脸色不改，都不眨眼的。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吃你给我的任何美食。只要你不放了我的猪哥哥，你想囚禁我，让我变成你的笼中鸟，没门儿！李欢，不要挑战朕的耐心。好，那我们就再赌一把，看谁能赢。皇上吉祥。孙儿给皇祖母请安。起来吧，皇上请坐。听说这个李易欢又闹绝食了。他口口声声说朕抓了朱慈轩，逼朕要人。这个朱慈轩也奇了怪了，莫名其妙就不见了。这朱慈轩他没有失踪，他是被关在天牢里了。什么？朱慈轩在天牢里？又是索图背着朕干的好事，是不是？妾身冤枉，妾身的叔叔岂敢抗旨欺君呢？皇上，你不要把皇后给吓着了。这跟索图也没关系，是哀家下的懿旨，让叶赫父子去办的。皇祖母，你……皇上，老太婆并不想干政，可是老太婆不能看着你养虎为患。至于这个小丫头李易欢，一个女流之辈，你要留就留着吧。但是这个朱慈轩就不同了，他不仅是文武双全，而且他是前明的太子，身份特殊，哀家断不可留。
上吉祥。你们都退下吧。是。你在缝什么呢？嫁衣，也是寿衣。那日没能跟朱哥哥拜堂成礼，如果皇上肯恩准我穿着这身嫁衣，跟朱哥哥一起上刑场的话，那奴婢感激不尽。如果皇上不肯恩准的话，那奴婢只能穿着这身嫁衣，去黄泉路上，跟朱哥哥相会，完成那日未完成的婚礼。你这是真跟朕犟上了。皇上贵为天子，可以为所欲为，乃至掌握了世间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不过，皇上，您只能杀了我这个乱党，却不能阻止我这个乱党自杀。朕跟你说过了，朱慈轩不是朕下令抓的，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是你的叶哥哥执行的，与朕无关。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7日以后，太皇太后就要处决我的朱哥哥。不过我不怨皇上，我的生死跟皇上也没有关系。我只希望我能挨得过这7日，可以跟我的朱哥哥一同共赴黄泉。你为何要如此逼朕？你有没有在乎过朕的心呢？在乎过皇上的心？没有，从来没有。就算为皇上挡刀子，救皇上的命，那也不过是演戏罢了。不过您不用生气，再过7日，等奴婢死了之后，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敢惹皇上生气了。离婚，朕恨你，朕恨不得一口一口生吃了你。你骗了朕大半年，朕放了你，你自愿随朕回宫，又自愿为朕去选降，朕信了你。可是你又骗了朕，是你先出尔反尔，现在你装出一副被朕辜负、伤心欲绝的样子给谁看呢？皇上，我都可以相信你没有抓我的朱哥哥，为何你不肯相信我？那日当时就在这个房间，我们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不论如何，咱们2人一定要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依，永不相害。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依，永不相害。这次你真的没有骗朕？其实答案根本就不在我的嘴里，而是在皇上的心里。不过我有没有骗你，你有没有骗我，这都不重要了。反正皇上也救不了我，救不了朱哥哥。来人！奴才在。传耶和那拉莫生。这李欢，7日你可敢在此与你的叶哥哥当面对质？为何不敢？如果证实了皇上冤枉奴婢的话，能否放了朱哥哥？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没有资格跟朕讨价还价。先把饭吃了再说。奴才叩见皇上。凭什么？谢皇上。朕身边之人，你可认得？
认识。此人乃明珠谷乱党李易欢。现在，当着李欢的面，你给朕说一句实话：那日在慈宁宫中，你父之言可有欺君？这，若是你现在说出实情，朕还可以借我不救；若你还想着欺君，那你就是罪加一等。皇上开恩，奴才的阿玛并非有意欺君，只不过因为太皇太后有懿旨，所以奴才的阿玛才不得不隐瞒实情。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给朕听听。奴才遵旨。那日，李易欢回到乱党蜗居点，找到了奴才，并且揭穿了奴才乃朝廷密探的身份。不过易欢说，他曾经承诺过皇上要劝降李定国等人，所以同我约定，暂时先不揭穿我。奴才的阿玛并不相信易欢，所以命奴才盯着李易欢和李定国的谈话，他自己好去寻找机会盗取铜匣。等奴才进入到山庄大厅以后，听到。爹，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啊？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混账！你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爹，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朱明天下才是正统。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上，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但是在这大半年里，我跟康熙相处的大半年里，我看到的康熙，他心里不仅有朝廷，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他励精图治，他是一个好皇帝啊！住口！靖王，靖王，不要！当时李定国十分愤怒，差点就要杀了易欢。至于后来奴才父子身份的暴露，其实也是因为樊篱根据过往之事加以推敲，与李易欢并无关系。欢儿，是朕错怪了你。朕曾经说过，我们要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依，也永不相害，是朕没有做的。皇上，您既然已经相信我没有负你，那你也不能负我。你答应过我，只要我肯留下来陪你，你就会放了朱哥哥。花儿，此事你得容朕再想想办法。你怎么了？是不是头疼病又犯了？怎么了？不是头疼，是我心好疼，好像针扎一样。花儿，传太医，传太医！皇上，环姑娘这病十分的凶险，可又十分的蹊跷，倒不像是病，像是被人做了手脚。一群废物！你倒是给朕说清楚，他被人动了什么手脚？皇上，从脉象上看，臣判断好像是受了一种外伤，可是臣判断不出他伤在何处，此症无药可医，臣该死。听你的意思，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是吗？臣无能，臣该死。皇上，奴才也略懂医术，可否让奴才一试？穆生，你要是能把他救醒，那朕就赦了你们父子的欺君之罪。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但从脉象来看，确实是查不出伤在何处。不过方才奴才用内力
顺着他的气血寻找了一圈，才发现了端倪。他伤在何处？回皇上，他是被人从胸前的膻中穴注入了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银针，这枚银针顺着气血在他的体内游走，如果稍有不慎进入心脏或者大脑，恐怕他就会当场毙命。寻常仵作是查不出死因的，多半都会以为是暴病而亡。对了，他在晕倒之前说他心口疼，应该就是因为那根银针卡在了胸前某个要害之处。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要找一个内力极强的内家高手，用内力顺着气血经脉，把那根银针逼回到胸前的膻中穴，然后再给逼出来。不过这种方法极为凶险，因为人体内的血脉粗细不一，百折千回。如果稍有不慎，那根银针就会顺着气血进入心脏或者大脑，那一欢就……而且这期间过程极为凶险。就算最后成功把银针逼出了，那施救者也很可能因为内力丧失过多，变成一个废人。皇上，这等内力高手十分罕见呐！既然是好不容易练出的内力，又岂肯耗给他人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皇上，你马上给我召集宫里所有的侍卫，挑选内家高手。皇上不可，易欢不是寻常女子，她自幼习武，多少也有些内力。这施救者还必须与她习的是同门的功夫，否则施救者的内力会与易欢的内力相排斥，情况恐怕会更加危险。皇上，你也是从小在明珠谷长大，跟易欢学的是同门的功夫，你也算是个内家高手，你可愿意为易欢牺牲？皇上，奴才的命都是你的，又怎会吝啬这些内力呢？只不过奴才虽自小跟易欢长大，习的也确实是同门功夫，但奴才私下里还习了阿玛祖传的家传内功，所以奴才的内功与易欢也并非完全同路。这么说，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奴才虽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另有一人，同易欢习的也是同门内功，并且他的武功还远在奴才之上。只不过什么呀？他是谁？你快说！只不过那人现在在天牢里，而且7日之后就要被处决了。朱思轩，你的伤势怎么样了？多谢关心，已无大碍。你知道今日朕为何前来吗？如果你是来劝降的，那我劝你不必白费口舌了。如果你是来送我上路的，那我只有一句话，请你好好待易欢，因为他对你是真心的。如果有一天你对他的感情变了，也请你放他出宫，给他一条生路。你待易欢，倒真是用情至深，也不忘他2度闯宫，求朕救你。朕今日来，既不是来劝降你，也不是送你上路，只要带你去见见易欢。你居然肯让我见易欢？老实说，易欢对你也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愫。朕并不想让你们俩见面，但是他现在受伤了，受了一种很奇怪的外伤，十分危急，连太医都束手无策。也许只有你能救他。易欢现在怎么样？快带我去见他。朕会带你去见他，但是有一件事你必须要明白：就算你救了易欢，朕也无法违抗太皇太后的旨意赦免你，你依旧要死。你以为我会用易欢的命谈条件吗？那你未免也太小看我和我对易欢的感情了。好，希望朕没有看错。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小心。易欢还在你手上，你就算要放了我，我也不会走的。
如果易欢那日跟你成亲，你的这番话，朕是相信的。但是易欢那日抛弃了你，跟朕走了，朕也是一个男人。朕不知道在你的心里，现在究竟是爱他多一点，还是恨他多一点。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朕曾经自以为很了解你，欣赏你，甚至相信你。可结果呢？曾经我和你一样，要的是千秋大业，自然会不拘小爱。但心里，我也和你一样，都有自己放不下的人。好，一会儿终于有救了，还不快走！怎么样？你可有把握？若在以往，我有70%把握，可如今我重伤未愈，只剩下了5成。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治好你的伤？朕宫里的灵丹妙药随便你用。来不及了，银针随时可能顺着他的血脉进入心脏或者脑中，已经等不及我慢慢养好伤了。皇上，他重伤未愈，便为易欢疗伤，已经不仅仅是冒着内力全失变成废人的风险，可谓是九死一生。朱思轩，你到底是救还是不救？但我有一个条件，朕知道是什么条件，朕答应你，只要你救醒了易欢，朕饶你不死。太皇太后那边，朕会帮你求情。你错了，你不必帮我求情。我的条件是，你一定要找出那个暗算易欢的人，杀了他。朕也想找出这个人，把他碎尸万段。可问题是，朕连易欢什么时候中的暗算都不知道，这怎么查呀？易欢虽然武功低微，但不会连人往他穴道里注入银针都不知道。这只能说明，当时他处于毫无知觉的状态，所以才会着了人的暗算。你不妨仔细想想，近日他可有隐疾发作，陷入昏迷之时。博生，你去把那日易欢宠宫突发隐疾之后，把她嫁出去的那几个侍卫统统拿下。这，慢着，先别着急抓人，查明他们的身份和幕后的关系。注意，行事要隐秘，不要走漏风声。属下遵旨。那些侍卫都是跟随已久的心腹，很清楚你对易欢的感情。在未获你的明旨之前，如何敢轻易暗算易欢？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人指使。朕明白，待朕查明真相，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也为易欢免除这个后患。好，我相信你。我此番施救，已是9死1生，纵然侥幸活下来，太皇太后也会处死我。到时候，我再也没有能力保护易欢了。玄烨，答应我，好好保护易欢。如果有一天你对他变心了，也请你放他一条生路，让他走吧。好，朕答应你。那好，我现在可以放心的施救了。打开他的镣铐。皇上，此人武功极高，若打开他的镣铐，恐怕会危及到皇上圣安，还是请皇上先行离开。能让你如此谨慎，我朱慈轩虽败犹荣。朕不受你的计较。
朕相信自己的眼光，更相信你对易欢的感情。马上打开镣铐，不得有误。这。 虽然你心里已经没有我这个猪哥哥，但我仍然愿意为你而死。我死了，朱明联盟就不存在了，所有人也不必再活得那么辛苦。你想让全天下老百姓都免于战祸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出去吧，不要妨碍我为他疗伤。皇上吉祥。凭什么？怎么样？查到了一些什么？ 回皇上，奴才去内务府调查了当日那几个执勤侍卫的档案，摘录在此。皇上。 可有什么发现？朕心里有数了。此事暂且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声张。奴才遵旨。都1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华生，你看起来也很担心易欢呢。回皇上的话，奴才自幼在明珠谷生活，同朱慈轩、李易欢这些反贼一同长大，多少是有些情谊的。但是这些情谊，跟奴才所背负的国家大义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你懂得轻重，很好。 你不必担心，他已经没事了。这就是那罪证。你放心吧，朕绝不会放过伤害易欢的凶手。好，我放心了。轩逸，你不必再向太皇太后求情。反正我也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了。我还有一件事求你。说吧。
朕一定会帮你做到。等他醒来，永远不要告诉他，是我救了他。为什么？其实欢美心里对我未尝没有情意。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我和他会是一对神仙眷侣。不过，既然他最终选择的人是你，我又何必让他难过，让他纠结？你现在明白了，我不仅才智不输于你，我对易欢的爱更远胜于你。怎么样？他已经内力全无，变成一个废人了。宣太医，务必用最好的上药保住他的性命。正好。这朱慈轩肯舍命救这李玉欢，那是他们自己的情分，可不是看在你皇上的恩情上。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他们都是皇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呢。皇上，你却心软了。皇祖母，孙儿不是心软，孙儿就是觉得吧，眼下朱慈轩已经是一个废人，这杀与不杀，都已经无碍大局了。我们可以像捐进鳌拜一样，把他给捐进起来。只要他不死，这朱明联盟的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也就不会轻易闹事了呀。哀家跟皇上想的不同，他是前明最后一个太子，只要他还活着，哪怕是他是一个废人，那他也是这反清联盟的一面旗帜。只有杀了他，彻底断了那些乱党分子的念想，方是上策。皇上，你是仁人之心，菩萨心肠，你是担心呐，杀了朱慈轩，这李易欢会跟你翻脸，那这个恶人就由哀家来做吧。皇祖母，皇上，别的事，哀家都可以任由皇上慎公独裁，连你要把这李易欢留在永乐斋，哀家都随你。但你要知道，这已是哀家的最后的底线。再过6日，必须把这朱慈轩押往菜市口，明正典刑，永绝后患。皇上，这朱慈轩要是死了，只怕易欢姑娘永远都不会原谅皇上。朕现在也正为这个烦恼。老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请皇上体恤奴才，千万别说这个办法是奴才说的，要是太皇太后知道了，饶不了奴才。你放心吧，朕身边也没几个会办事、能办事的人才。再说了，从小就是你伺候朕长大的，没了你，朕也会不习惯。多谢皇上体恤。其实奴才这个办法挺简单的，4个字：李代桃僵。您还是把药喝了吧，否则皇上会砍了奴婢的头的。哎呀，是啊，您快喝了吧。皇上又不是暴君，怎么可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啊？没事没事，拿下去吧。皇儿，这句话说得好，朕喜欢听。皇上吉祥。把药给我，你们都退下吧。是。
我都说了，我已经好了，你别再给我喝这些苦了吧唧的东西了，行吗？你要是想知道你朱哥哥的消息，那就把这碗药给喝了。你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也不算是什么好消息。太皇太后不肯赦免朱慈轩。那你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对不对，龙小弟？你看，我都没有骗你，你也不会骗我的，是吧？朕是不会骗你，但是朕不能明着和太皇太后还有一帮支持太皇太后的文武大臣们对着干。所以呢，朕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找一个死囚，易容成朱慈轩，把他送到菜市口，明正典刑。这样的话，朕就可以塞住太皇太后还有重臣的口。朕在暗中找个机会，把真的朱慈轩给放了。谢谢你，龙小弟，你果然是言而有信的好皇帝。你呀，你先别急着给朕戴高帽。朕这么做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一辈子都在这宫里，永远陪着朕。其实，我之前都已经想好了，如果你真的能放得住哥哥，那我就留在宫里陪你一辈子。不过，我只能做你的红颜知己，不能做你的嫔妃。不是，那怎么行呢？那朕每日放一盘烤鸭在你面前，只许你看，不许你吃，那算什么呀？龙小弟，我心里怎么想的，难道你不明白吗？我对你是情爱，对朱哥哥是情义，我对你有愧疚，同时对朱哥哥也有愧疚，我心里放不下你，但是又不能太对不起朱哥哥。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好，从此以后我不再吃美食，不再吃烤鸭，你每日只需要给我一些清粥小菜，不让我饿死便足矣了。为什么还给他带着镣铐？还不赶紧去了！这。玄烨，反正我明日就要上刑场了，你又何必如此？朱慈轩，你我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是情敌，但你我二人也算是惺惺相惜的知己。尤其是你救了易欢，朕的心里很是感激。我救易欢，是我跟易欢的情分，与你无关。不过你别忘了，你承诺过我，要找出那个暗算易欢的人，杀了他。为易欢除掉后患。那个人朕已经查出来了，但是朕现在还不便对他动手。你自诩天子，却言而无信。那个人就和阿碧琪和隆德多他们一样，朕早晚处置。但是不能操之过急。朕得先解决你们朱明联盟，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朕才能腾出手来治内。朱思轩，你也曾从小学习为军之道，你应该能理解朕的策略。玄烨，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你不相信朕，朕的心里很是遗憾。
但假以时日，朕一定会证明给你看，什么才是帝王之心。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去证明给一欢看吧，别让他对你太失望。谁说你等不到那一天？朕已经答应一欢，今夜就放你出宫。所以，朕此次前来，算是提前为你送个行吧。你要放了我？若是没有你这样的敌人来见证朕的文治武功，那朕为帝的乐趣岂不是要大打折扣？但是，朕也有一个条件。我说过，如果你是来劝降的，那就免开尊口吧。朱慈轩的朱慈轩，你说朕不了解你，现在看来，你也不了解朕吗？朕知道，朕放你归去后，犹如放虎归山。虽然你的武功尽失，但以你特殊的身份和才智，你仍然会带领朱明联盟，成为朕的心腹大患。但是朕，并不是要把你们这些反党斩尽杀绝，朕要你们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朕。诸葛亮尚能七擒七放猛虎，朕堂堂天子，难道还比不上诸葛丞相？这一次，的确是我小看你了。你应该还有别的条件吧？朕放你归去之后，从此要么你亡命天涯，要么你臣服于朕。但是不论哪种结果，你都没有资格再与朕争抢一欢。一欢，虽然已答应留在宫里陪伴着朕，但是因为他心里怀着对你的一丝愧疚，不肯做朕的女人。朕需要你帮帮朕。这我可帮不了你。一欢虽然任性单纯，却有自己的原则。就像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放弃对你的爱与信任，你也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放弃对我的情谊与尊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比朕更爱一欢吗？既然你都不想让他知道是你牺牲自己救了他，既然你都不想让他为难与纠结，那你为何不做得彻底一点？既然你都知道你们今生再无可能，那你为何还要在他心中抢占一席之地？朱思轩，朕和你不一样，朕是天子，无论是江山还是美人，朕都无法与任何人一起分享。如果一欢他不全心全意地对朕，那朕还怎么全心全意地对他？这后宫就犹如朝堂，那危机四伏之地。你让朕杀了暗算一欢的那个人，就真的为他免除了所有的后患。你错了，唯有朕的真心，才是对一欢最好的护身符。花儿，人你也亲眼见到了，也该放心了吧？龙小弟，能不能让我单独跟我的朱哥哥说几句话呀？好，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赶快送他离开紫禁城，不然的话，恐怕夜长梦多。我知道了。去吧。你怎么瘦了这么多，脸色也苍白了？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我没事，我很好。叶师弟虽然抓了我，但毕竟是兄弟一场，一直在暗中照顾我。
可是为什么感觉你跟之前不一样了？你的眼神跟以前比完全没有了神采。我刚从牢里放出来，病也才刚好，自然会憔悴一点。等出宫以后，让三师傅帮我调理一下，自然会好起来的。周哥哥，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你也不可能被抓起来，叶哥哥也不可能会暗算。的确是你害了我，我没想到，我们10多年的青梅竹马，竟然抵不过你跟康熙大半年的朝夕相处。不过这样也好，我总算明白了，谁才是真正值得我去爱的人。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倾城还在外面等着我呢。雪姐姐，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有件喜事忘了告诉你了。那夜，你跟康熙走后，是倾城找到了我，救了我。我跟倾城已经成亲了。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此事有关倾城的名节，我怎能开玩笑呢？环美，其实以前我之所以对你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有了婚约，我只能对你好。哪怕我觉得倾城才貌双全，温柔体贴，更让我心动，我也只能把这份感情放在心里，从来没有说破过。直到那天晚上，你在婚礼上逃了婚，这反倒给了我和倾城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和倾城都很感谢你。朱哥哥，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件事我居然不知道，但是朱哥哥，我真心替你跟雪姐姐高兴，真的不容易，真的，我真心祝福你，永远幸福，早生贵子。好，我也祝你跟康熙永远幸福，白头偕老。环美，你不妨跟倾城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谁才是一个称职的娘亲。这个朱思轩，倒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可惜啊，若他不是朱明王朝的太子，那朕一定会和他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的。皇上肯三放朱慈轩，并称赞他的为人，仅于这份胸怀，就已经不愧为圣明天子了。这个朱慈轩，虽然才德兼备，也算是人中俊杰。只可惜，他不识大事，不知变通，又怎么能跟皇上相提并论呢？你这话倒是说得很合朕的心意。也是，一个人再有才，那也得识大事，知变通，否则终究是一个项羽之流的悲情豪杰。徒让后人传唱于兮，图奈我何？朱哥哥，你别看龙小弟后宫佳丽3000，但是真正爱他的没有几个人，所以我想陪着他，监督他，让他做一个好皇帝。但是嫔妃，我可能做不了。为什么？我和倾城成了亲，倾城才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妃。光复大明的任务，就是我和倾城的责任，跟你没关系了。因为有爹跟师傅们，所以……傻丫头，女儿不是儿子，只有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父业。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你不必太在意你爹还有师傅们的态度。更何况，他们知道我和倾城成了亲，你爹他们也不会再逼你了。别再为难自己了，只有你过得好了，
我跟倾城才能过得好，不然我们夫妇会觉得愧疚的。说什么呢，朱哥哥？你们从来没有愧对过我，都是我在愧对你们。你还不知道我？我每天会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你不用担心我。那就好。那我们就此别过，各自珍重吧。那我送你吧。不要了，我走了。朱哥哥，朱哥哥，你怎么了？我没事。不行，这样，我得跟龙小弟说一声，找一辆马车送你出宫。不用了，等出了宫，倾城会照顾我。那我也得亲自把你交到雪姐姐手上，我才放心。而且我还没有当面祝福她呢。等一下啊。龙小弟，你都听到了，朱哥哥跟雪姐姐，他们已经成亲了，所以，我决定了，我可以做你的女人。真的？你说话算数？当然算数，但是你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好，你说。第一个条件，我相信你是个好皇帝，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服我爹跟师父们不要光复大明。但若有一天他们败了，请你手下留情，不要赶尽杀绝，放他们一马，可以吗？好，朕答应。第二，如果你答应我的做不到，比如整顿吏治、废除特权、圈地等恶政，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时候你就不是个好皇帝，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你，你不许阻拦我。朕答应。第三，虽然朱哥哥主动跟我解除了婚约，但是我不能无负无长，我必须回去告祭祖宗，给我父亲还有师父们一个交代。我过不了我心里这个坎儿。既然朱哥哥你都敢放，为什么不敢放我？已经决定赌了，何不赌一把大的？好，那朕就跟你赌一把大的。你拿着这面令牌，下次进宫见朕的时候，就不会有人阻拦了。龙小弟，我一定会回来的。记得我们的约定，互相信任，互相扶持，永不相疑，永不相害。嗯，我走了。走吧。朱哥哥，走吧。
皇上，以奴才对奕欢的了解，他一定会回来的。朕又是在异常好比。